你知唔知道點解葉謝鄧律師行連星期六都照開門？我哋旺角亞蘭中心辦事處星期日都會照開，原因好簡單啊，因為好多打工仔平日要返工，唔方便請假去律師樓。而家大部分公司都係行5天工作制，啲人一到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先有時間處理自己嘅法律事務。咁我哋葉謝鄧當然明白你哋難處啦，所以決定逢星期六上晝10點至下晝1點照常開門，等你喺放假日都可以輕鬆見律師，搞掂文件。咁星期日呢，放心啦，我哋旺角亞蘭中心辦事處星期日都會照開，時間係上晝11點至下晝3點半。之不過如果遇上星期六或者星期日係公眾假期，咁啊真係唔好意思啦，公眾假期嘅星期六或者星期日我哋就唔開，想預約請瀏覽我哋嘅網站。記住，星期六除咗公眾假期，全線17個辦事處上晝10點到下晝1點，間間都開。星期日就只有旺角亞蘭中心辦事處開，千祈唔好搞錯。葉謝鄧律師行，你星期六同日都揾到嘅法律夥伴。葉謝鄧，你的法律服務夥伴。